你亲爱的小朋友啊，寒假作业嘛是爱按照时间改做了。但是我感觉是安尼啦，因为咱以前细汉的时阵啊，嘛拢甲迄个寒假、暑假最后一天才来拼作业，所以我嘛唔敢去要求讲咱的小朋友一定爱安那较乖。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咱顶礼拜当咧跟观众朋友讲牛年的吉祥话呢。哦，1万年休假就结束啦。真正咧，足紧的吼。咱讲这个欢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。是啊。你看咱安尼过年伫咧厝温顿大食大啉，大家亲戚朋友安尼互相往来行村，安尼足欢喜的吼。啊，这欢乐的时光，咻一下就过去了。对我成年了啊，20岁了啊，开始做工过了啊，这时间真正过足慢的。哈？因为对我来讲是痛苦的时间，因为吼，厝里的人就开始问啊，当时要结婚啊，红包包偌济啊，我搁一包红包，我迄年终奖金就安尼分出去。有影，过年的时阵吼，是因在落卡啊，那边罗汉卡，上届迄种失志的时阵。何时要结婚啊？系啊。若结婚的当时要生囡仔，系啊，还有要生第二个无啦？即摆你大咧做亏啊，一个月薪水偌济啊？系啊，有买厝无啊？对啊，吼，讲问一道，对，准备个开路。其实人嘛关心啦，系啦，你若用迄种关心的角度，来甲想，你就袂遐郁卒啦。是啦，系啦。慢慢啊，咱本地初四就会当开工啊。对，这初四吼，本来是一个开工的好日子，是。因为咱一般年假是迄个初5嘛，是。所以讲吼，有真侪人初四袂赴开工的，另外佫有一个好日子，讲做初8、初9甲13拢是开工的好日子。新历就是19号、20号跟24号。迄就看恁做啥物头路，做啥物行业，要适合伫倒一天来起股啊。这拢通请专家来帮你评估一下。唔免啦，家己看迄个农民力就知啊。你看有无？有哦。我看拢无。加减啦。反正有讲。适合开市，安尼就好啊。无去伤到你的生性，安尼就好啊。讲到开工，有另外一个重大的代志。来，就是今仔要开学啊。本底是今仔日开学，今仔日18号。是。结果咧，进前，咱的疫情指挥中心讲，伫咧2月3号的时阵，伊就开记者会，是因为学校吼，伊要进行迄个消毒作业。其实。本来今仔日开学，加延后4天，到后礼拜一22号的时候，才要来开学。上重要是为了防疫来做准备啦。是，因为这个大家即摆过年的时间安尼路南就北安尼透来透去真惊讲啊，一等来到学校，唔知发生啥物。想袂到的状况是啊，所以先甲学校一个防疫的工作做好势。是啊，等开学的时候，大家就顺利利安尼。这主要是高中以下。对，高中以下包括幼稚园嘛，就是拢伫咧延4天，伫咧22号来开学。是。这个大专以后，本地就是22号以后要陆续来开学。幼稚园嘛是延后到22号，也毋过私立的过年的期间，伊拢继续有咧无休困，所以因遐囡仔，逐工拢有咧消毒啊、量体温啊，所以无受影响啦。对，所以无受影响。对，讲到这延后了，考试嘛会去签到。对，所以统测无变。高中的考试嘛无变，也毋过高中要升大学的指考，即马延到7月3号到5号。你考了安怎？考了好毋好？结果出来的时间无变。所以这咱是先煞甲大家提醒一下啦。无顶礼拜迄个指挥中心发布这新闻的时阵吼，每电视报纸就报甲变叫啊，相信大家拢已经知影这个状况，只是咱搁甲大家提醒一下。不过讲到这个延后开学吼，上届当初引起反弹，就是咱有一寡父母，因为囡仔你安尼雄甲延4天再来开学，哪系啊？囡仔伫咧厝4天就要来带，是啊，麻烦啦。有的囡仔吼。可能12岁以下，可能需要有大人伫厝诶，看伊斗阵做伙看顾安尼。所以当初是这个新闻一个发布吼嘛，引起袂少家长的反弹啦。是啊，所以讲，咱的政府就讲无要紧，你会当请这个防疫照顾假。
啊，资格是啥呢？简单来讲啦，咱的厝内底有12岁以下的囡仔，需要请这个防疫照顾假的话，爸爸妈妈其中一个当请。除了12岁以下的这个囡仔之外，厝内底若会身心障碍的这个囡仔需要照顾，我那会当来请安尼。咱伊也只要符合这个资格头家就爱互伊放假。头家若无互伊放假有3种情形，头家就会互处罚。第一个就是讲你也加登记做旷职，而且佫有另外一个状况，就是讲你也强迫迄个请假迄个人用伊的年假来请。还是暑假来请，拢袂是袂使。而且伊的全勤嘛袂当受到影响。这个3个状况，你也当做头家安尼做的话，你就会互处罚。但是哎，毋过吼，咱讲到遮的时候，咱主要是要看小朋友讲话。哦，是哦。你亲爱的小朋友啊，寒假作业嘛是爱按照时间改做了。但是我感觉是安尼啦，因为咱以前细汉的时阵啊，嘛拢甲迄个寒假、暑假最后一天才来拼作业，所以我嘛唔敢去要求讲咱的小朋友一定爱安那较乖着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模范生。我看袂出来啊。按照时间来做我的寒假的作业。哟。想袂到你细汉遐乖哦。真正像你安尼哦。我工课嘛是拢按照时间来做，而且我有当时嘛是超前部署。水，好啦。对啦。所以你小时候是学校的模范生，是。然后大汉了是咱公司的模范员工啦。是啊。嘿啦。当阵吼，你小朋友你也应该最后一天较伫遐咧写吼。无要紧啦，咱家己有担当啦，咱若有才调，甲上尾一天甲写，咱就要有才调来承担嘛。毋过我感觉啦。我感觉啦，上好卖安尼啦，唔是，上好的办法就是好好卖出。安尼囡仔会算甲心收袂转来。寒假，我讲以我的观念啦，暑假、寒假，本来就是爱起来算。对，我的观念是安尼。我嘛安尼感觉。你嘛是安尼感觉对吧？所以咱总是开明的大人。系对，咱行过迄段时间，咱嘛就希望讲以前咧迄寒迄热时，卖遐济有够济啦。我有时一本安尼一贴呢。这一本尔几啊本呢？大家还佫写日记哦。好啦，咱这后一集较来讲这咱的作业。今仔先到遮啦，已经开工开学啦哦，未开学啦，已经开学啦哦，唔啦，已经开工啊哦，咱大家做伙来加油努力。互明年的年终，虽然疫情搁咧结束啦，互明年的生活会能过较好诶。相信上摆已经过去啊，搁来愈来愈好安尼。后一年大家嘛是拢爱继续支持，关心咱的台语真练堂，拜拜。嘿，朋友，台语真练堂伫 Podcast 嘛听会到哦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旁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练堂，互你台语愈讲愈练堂，耶！